人們有時會出現不將好心情留給自己人而留給別人的情況，原因有很多，以下是一些常見的因素：心理距離和熟悉度，對自己人太熟悉，認為無需刻意維持形象表達積極情緒，覺得即使自己心情不好，家人或親密朋友也會理解和包容，而面對愛人時，出於禮貌和社交規範，會更傾向於展現良好的情緒和形象。與愛人接觸時間有限，會選擇性地展示積極一面，把好心情留給他們，給人留下好印象。而與自己人相處時間長，覺得無需時刻偽裝，容易忽略保持好心情。壓力和期望，在外面面對各種壓力，如工作、社交壓力時，會努力調節情緒，以積極狀態應對，把壓力帶來的負面情緒留在外面。回到家後，面對自己人就容易放鬆下來，將壞情緒釋放出來，對自己人可能有更高的情感期待，希望他們能無條件接納自己的所有情緒，包括負面情緒，而對外人則沒有這樣的期待，所以更願意呈現好心情。溝通和表達能力，可能不擅長向自己人表達情感，不知道如何以恰當方式分享好心情，而對外人會出於社交需要，更努力地去表達和傳遞積極情緒。與自己人相處時，可能存在一些未解決的矛盾或問題，影響了好心情的傳遞。對外人則沒有這些歷史遺留問題，更容易展現好心情。